歡迎返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呢一段時間，你不斷見到市場反反覆覆上上落落，可能你都會諗，到底而家呢個回調係咪買入一個科技股嘅好機會？所以咧今日咧就希望同你探討一下咧，到底嚟到2025年最尾嗰2個月咧，市場上面有啲乜嘢真正嘅投資機會存在？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都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一聲。咁首先呢，喺講投資呢件事之前呢，我哋首先應該要去思考一下，到底而家成個市場個環境呢係點樣嘅？咁雖然呢，你話見到美國政府停擺啦，之前嗰幾個星期，咁但係其實我哋依然呢都可以透過一啲呢唔係政府呢，即係私人機構公布嘅一啲經濟數據呢，去衡量到底成個經濟呢出現咗啲咩變化。咁你會發現呢，其實如果我哋睇人力資源公司啲報告呢，其實成個美國嘅勞動力市場呢依然不斷喺度走弱緊。你會見到美國企業10月裁員嘅人數呢，按年係增長咗1.75倍嘅，咁基本上係近幾年以嚟呢最高嘅一個裁員記錄。同時呢，我哋都會見到呢，其實2025年呢10個月呢都裁減多過100萬個職位。同埋咧，你會見到好多僱主咧都開始停止同埋減少一啲職位嘅招聘。咁所以喺一個咁嘅勞動力市場走弱嘅環境底下，如果你話對經濟前景依然都十分之樂觀嘅話呢，咁可能你就要聽多一個數據，咁就係講緊一啲製造業相關嘅數據。如果當你睇咧10月份嘅美國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呢，你會發覺呢，佢係持續咁樣下降去48.7啦，咁係比預期更加低。過去嘅3個月入面呢，連續第2次呢跌破50呢個分水嶺嘅，咁啊顯示其實成個製造業呢都有少少疲軟同埋承受緊一啲壓力。咁最主要個問題其實就係因為呢，而家大部分嘅一啲製造業嘅公司呢，佢都擔心其實Trump 嗰個貿易政策呢嘅不確定性，即係可能你會唔知道到底邊啲商品會受影響啦，或者話邊啲國家喺乜嘢時間會有乜嘢影響啦。咁呢啲呢都會令到呢，其實大部分製造業喺中短期需求上面呢有非常之大嘅不確定性。咁亦都令到呢，其實呢進一步加強咗嗰個裁員嘅問題嘅，因為好多製造業呢都因為呢個不確定性呢，咁就加緊咗自己裁員嘅計劃，同埋決定係唔填補翻呢個空缺嘅。咁所以當你聽到其實製造業同埋勞動力市場呢兩者都偏向走弱，而製造業市場嘅走弱呢進一步去強化勞動力市場走弱呢一件事嘅話呢，咁其實我哋呢都冇可能呢可以話對未來係非常之樂觀。如果當真係成個經濟真係下行，即係當真係走入一個美聯準最唔想佢出現嘅一個滯脹嘅環境嘅話呢，咁基本上所有高成長高估值嘅公司呢都必然係會遭逢一個非常之顯著嘅下挫。咁所以我諗你聽到呢度，其實你都會明點解喺呢一刻去到一個市場咁高嘅位置，而且經濟展望唔算特別理想嘅環境底下呢，你係應該呢唔好追高任何嘅一啲科技股。就算你發覺有啲好似近期調整咗好多好吸引都好呢，你都冇任何必要去追高。咁因為個原因就係成個經濟真係走弱嘅話呢，咁你必然可以呢有一個可能講緊5折甚至乎更誇張嘅價錢呢去買一啲你真正想要嘅明星科技股。咁所以其實去到2025年最尾呢個時間呢，我諗我哋優先最考慮嘅嘢絕對就唔會係一啲明星科技股。咁會係啲乜嘢呢？咁呢一個呢，其實有2個最關鍵嘅資產嘅。咁第一就係黃金啦。咁可能你會諗，黃金升咗咁多，已經去到一個相對高點，咁其實係咪等於唔可以介入呢？咁個答案係絕對唔係嘅。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呢，當我哋認知到其實未來經濟依然有個風險喺度，地緣政治依然有個風險喺度，股市呢非常之高，依然有一個可能大跌嘅風險喺度嘅時候呢，咁我哋可以合理咁去期望，其實未來嗰6至12個月呢，如果真係有任何風吹草動嘅話呢，基本上都會見到有唔少嘅避險需求，亦即係講緊呢，會有好多資金呢係流入去黃金同埋短債呢去避險同埋去避開呢一個熊市為佢帶嚟嘅損失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認知到可能講緊未來嗰1年呢，有非常之大機會黃金嘅需求係會持續增長嘅話，咁就算而家佢喺一個高位度回調咗一陣，又或者話佢去到一個歷史上相對高位都好呢，其實都唔等於我哋係要放棄黃金呢個資產，或者話因為佢升得多就覺得佢好高唔值得買。咁因為當我哋明白到其實佢未來嘅需求依然都會喺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度，而且未來個市場風險依然都好大，再加埋呢，其實有非常之大機會我哋要喺未來嗰幾年面臨一個低息高通脹環境嘅話呢，咁基本上黃金呢絕對係一個完美嘅防守資產嚟嘅。咁直至到你見到成個市場崩盤，或者話美聯準真係轉向加息之前呢，其實我哋都唔使話做太多嘢，基本上你見到一個稍大嘅回調出現呢，咁你買入完黃金做一個中長線佈局呢，咁就已經做完噶啦。咁有非常之大機會呢，會喺未來呢持續咁樣慢慢去繼續走強嘅。咁而第2個資產呢，就係一啲低估值嘅優質傳統股。
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呢，當而家大部分市場嘅目光呢都放咗喺一啲科技股、明星股同埋一啲主要嘅概念股上面嘅時候呢，你會發現其實有幾個板塊嘅股票呢都係嚴重受低估。咁佢低估嘅水準呢係講緊翻2000年嗰個年代咁受低估。咁所以呢，其實呢，如果你可以將少少心思花喺一啲相對受低估嘅板塊，揾出入面最好嘅公司去佈局嘅話呢，咁其實長遠會得到嘅回報一定係十分之大嘅。咁如果你話你唔知道到底有啲乜嘢公司、有啲咩板塊、有啲乜嘢嘅投資機會係值得我哋去思考嘅話呢，咁你都可以訂閱阿 Sam 嘅 Patreon 長線投資俱樂部。咁我每個星期呢都會分享下自己對市場嘅一啲觀察啦、觀點啦、走勢嘅分析啦。咁你都可能呢會喺入面呢可以學識呢點樣去揾出一啲真正好嘅長線投資機會嘅。咁當然，如果你話你願意自己研究嘅，你願意思考嘅話呢，咁你都可以呢嘗試去研究一下必需消費品啦、醫療保險啦、公用事業啦呢幾個板塊呢。咁其實入面呢都存在住呢唔少價值受低估而且公司好好嘅一啲投資機會嘅。咁如果你發覺你真係揾到呢一啲咁平咁好嘅投資機會嘅話呢，咁就算係而家呢個市場高點呢，你去買入都好呢，未來呢都唔會有一個好大嘅損失。咁主要嘅原因就係有兩個，第一，佢估值水平呢冇計到一個好高嘅成長率，咁就算第時真係崩盤都好呢，其實佢嗰個股價嘅調整都唔會好大，因為而家講緊已經計緊一個可能得2-3% 甚至乎負數嘅成長率嘅時候呢，咁就算第時科技股真係大跌都好呢，佢都唔會影響到佢嗰個估值水平嘅，即係依然都係會用翻一個偏低甚至乎係零嘅成長率去計佢個合理價值。咁所以佢第時嘅跌幅呢，必然係會顯著低過呢而家已經有一個非常之高 PE 嘅一啲明星科技股。咁而第二樣嘢就係呢，其實你會發覺大部分當下受低估嘅一啲優質傳統股，其實佢本身都係有一個非常之高嘅股息率嘅。咁而佢嘅股息率唔係講緊單純高咁簡單嘢，講緊呢，當你睇翻佢最近嗰幾年呢，其實佢每一年嘅利息呢都係比上一年更加高嘅。咁所以換言之，其實佢並唔係單單呢高股息，但係公司衰退緊，而係講緊呢，其實間公司嘅業務呢持續不斷咁成長，而且佢有能力呢可以支付更多嘅股息俾啲股東呢，令到呢所有參與投資嘅人呢長線得到股息之餘，都可以享受到佢一個價值嘅成長。咁所以呢一啲呢，其實通通呢都係一啲值得我哋去細味同埋深思嘅一啲投資機會。因為你會發覺，其實當所有人嘅注意力都唔喺呢個環境嘅時候，都唔喺呢啲地方嘅時候呢，你好容易呢就會揾到一啲呢嚴重價值受低估嘅一啲優質股可以投資。咁所以呢一個呢都係呢點解呢去到2025年市場高點都好呢，你依然都可以去考慮去研究同埋投資嘅一個地方。最後概括嚟講嘅話呢，雖然未來1-2年成個經濟環境呢依然有好大嘅風險同埋不確定性，令到我哋唔去追高科技股，但係呢，我哋依然呢都可以喺呢黃金顯著回調嘅時候去佈局黃金，又或者呢係喺見到一啲明顯受低估嘅一啲優質傳統股出現嘅時候呢，就可以放心咁去大手買入。因為長線嚟講呢，除咗你可以喺等待期間拎到一個非常之高嘅股息之外呢，你仲可以呢期望喺未來3至5年呢得到一個非常之顯著嘅價值收復。咁所以就算係一個咁高嘅高點都好呢，我哋一樣呢都係可以選擇呢去做一個聰明嘅投資者。咁希望呢今日講嘅呢可以幫到你去思考到底未來呢一年呢點樣可以做好投資，點去減少風險，同埋喺未來進一步咁去加大你嘅投資回報。咁我哋下次再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